福处婆讲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从进，求生求死，了不可得。迄野蛮恶鬼，乃及家亲，迄有险道，迄道掩昧，用鬼神油，立决血亲，转服王贼。民众叫苦，参差不落者，此皆是业道论对，必定轻重，迄难下修，迄不得路，男女属眼，不辨是殊。但当对诸佛菩萨上前，鼓声转读此经一遍，迄出病人可爱之物，迄医福宝贝，纵横下跌，对病人前鼓声畅言，我无家定，为是病人对经上前下注定物，迄用用经上，迄做佛菩萨形象，迄做塔斯，迄莲有定，迄是上注，如是三德病人，天灵文知，家灵诸色分散，至其真者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至7日以来，但鼓声别，鼓声读经，世人命中之后，属用当罪，只有我无间罪，应得害团，所受生处，上帝宿命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述此经，迄家人书，迄自述为菩萨形象，乃至家人所为所受果报，必迄大利。是个破讲，若见有人读上士经，乃至一念赞叹士经，迄恭敬者，如是必千方便，款是顶人，群心莫退，连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福处破讲，若未来世诸众生殿，迄梦迄昧，见诸鬼神，乃及诸行，迄悲迄啼，迄愁迄叹，迄恐迄怖，此皆是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过去父母，男女弟妹，夫妻眷属，在有恶处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福利救拔，当故宿世骨肉，施作方便，远离恶道。普讲如以善力天时灌输，令对诸佛菩萨上前，至心自托此经，亦请人托，基数3遍，亦7遍，如是恶道灌输，经声必是骗术，当得害团，乃至梦寐之中，应不复见。福处普讲，若未来世有诸下贱顶人，迄罗迄悲，乃至诸不自由之人，各地宿业，要忏悔者，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17日中，念菩萨的名，可万万遍。如是顶人尽处不朽，千万生中上心尊贵，敬不敬三恶道苦。福处普讲，若未来世中，阎浮提来刹利婆罗门中者，其数一切人德，一言善种族，有善善者，迄男迄女，7日之中，乍有托相，处不思议经典，敬为念菩萨名，可万万遍，是新生主，迄男迄女，属有用报，便得害团。
安乐颍养，寿命增长，就是生福生者，转正安乐，吉有寿命，福处颇广。若未来世众生有日、1日、8日、14日、15日、18日、23、24、28、29日，乃至30日，是自日顶自罪结集，定期勤当，然言无体众生孤志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诛情杀害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逼迁罪证，另有是实在日，对佛菩萨自显性上情，读时经一遍，东西南北必有顺来，无诸灾难。当初故家若中若有，现在未来逼迁岁中，应离恶处，应有实在日，每转一变，现世令处故家无诸行变，以实防疫。是个破讲，当地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，利益之事，严普众生，无处大事有大因缘，是诸众生闻菩萨名，见菩萨相，乃至闻是经3字5字，亦一字一句者。现在殊妙安乐，未来之世，百千万生相得端正，成尊贵家。尼时普讲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意，乌龟合掌，何别忽言？世尊，我究竟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世愿力，为未来众生天地利益，故问如来，威廉顶受。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，使我温和流布？佛告普讲，此经有3名，一名地藏本愿，一名地藏本行，一名地藏本誓力经。言处菩萨救恩劫来，发大但愿，利益众生，是个入定意愿流布，普讲文义，合掌恭敬，作礼礼体，利益尊蒙品第7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观是严普众生，孤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脱却善利，倒退初心，若有恶言，念念正业，是顶背人，如履泥土，忽悠荡荡，渐困渐动，足步侵水，若地狱地穴，退有减负，血转污腐，是地穴有大力个，互相辅助，劝令落曲，欲达平地，殊性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世尊，十恶众生将참河間，遍至無量，是諸眾生有如此識，臨命終時，父母灌輸，以為適合，以助漸路，亦現緩解，一念有定，亦轉託尊敬，亦供養佛像，亦諸聖像，乃至念佛菩薩，亦辟支佛名利，一名一號，歷臨將臨迷君，譯文在本色，是諸眾生所作惡業，計其甘果，必對惡處。
原是灌输为林中人修处圣因，如是种罪世界消灭，要令敬畏新术之后，77日来恭助众仙，令苏氏助众仙远离恶处，得生人天，修成妙乐。现在灌输利益无量，是个我今对付世尊及天龙八部灵辉灵顶，劝有严菩提众生临终之日，心勿杀害，亦做恶言，拜祭鬼神，求助亡量。何以个你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谦和之力，利益亡人，但结罪言，专精侵犯。假使来世或现在生，即或现婚，成人天中，原是临终被助灌输，就是恶因，亦令是命中人用泪对辩，完成献出。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经有孝善君，国故本业，自受恶处，何令灌输敬畏正业？譬如有人从远地来，转牛3日，所负大物，强计大军，富古人人敬负小物，以是之国转服困中。世尊，我观严普众生，但领有诸佛教中乃至现书，一模一地，一沙一定，如是利益，世界注定。说是故时，会中有一中者明白大辩，是中者究竟无声，化度十方，现中者心合众恭敬，闻地藏菩萨言，大事是南严菩提众生命中之后，小大灌输，为修功德，乃至实在，做众善因，是命中人的大利益及害脱后。地藏答言：中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成佛为力，略说其事。中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，临命中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若有男子女人，在生不修善因，导致重罪，命中之后，灌输孝代，为做福利，一切圣事，7分之中，利乃合一，略分功德，心者助力，以是之故，未来现在善男女等，闻见自修，纷纷依业，无上大贵，不及离道，民民有神，必地最好。77日来，如此如龙，现在诸师辩论业果，心定之后，故业受生，未切之间，千万受苦，何况对有诸恶处等，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77日来，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灌输，有自学力救拔，故是力后随业受报。